大家好，歡迎收睇2日1夜佛山廣州單車遊。而家出去青茂同朋友集合先，之後先再慢慢介紹呢2日踩單車嘅行程。喂，坐啊！喂，坐。係，坐啊坐。有緣見面啊！係咯。好啦，過完關，而家嚟到珠海啦，正式開始2日1夜佛山、廣州單車活動。今次個活動總共去2個地方，一日遊覽1個地方。第一日踩去佛山順德一個叫做東海綠島嘅地方，第2日就會去廣州番禺一個地方叫做紫泥塘文化及旅遊嘅小鎮啦。咁而家首先去個地方係順德均安東海綠島，而家簡單介紹一下呢個地方先。佢係位於順德均安鎮入邊一個休閒地方啊。東海綠島外面望住東海水道，佢係一個結合自然風光、親子玩樂、跑步、踩單車集合嘅一個地方。咁我哋由澳門出發，踩過去東海綠島，大約85公里，中途會經過珠海、中山，最後就會進入順德均安。去順德之前，而家就踩去中山北站，再同另外一位朋友會合先。而家踩咗30公里，嚟到中山板湖鎮，要上去螺旋橋過去喎。呢度啊，呢度上去啊，過對面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好彩呢度係可以踩上去，唔係樓梯啊。啊！哇！終於完啦！哎呀！哇！哇！而家呢條就係石岐河啊！而家踩咗45公里，又到下一個地方中山大涌鎮。最後一位朋友都集合啦，而家一齊出發去東海綠島。我哋而家喺古神公路，咁上去均安有2條路選擇，一條係經國道105中山小欖上去。第2條就係我而家踩緊呢一條，由古神公路上去古鎮，之後再入去均安，踩咗70公里啦。而家嚟到中山古鎮，好快就可以進入順德。而家終於嚟到均安市中心啦，嚟到中午時分，搵個地方食飯先。
食飽之後繼續出發去東海綠島，仲有7公里路程。東海綠島啊，4個字啊！而家望出去就係東海水道，落咗橋之後就正式進入東海綠島。喂，睇嚟應該係入咗嚟噶咯。哦，OK，好。踩咗90公里，終於嚟到呢度啦。你借呢度啦，你睇下地下，喺呢度啦，喺呢度啦，呢度開始啊！你睇下個地下有晒呢啲3色線就係咩啦？喂，有個花海啊！等陣啊，落去睇下先啊！睇唔睇到前面有一粒超大隻嘅戒指啊？呢度就係東海綠島其中一個景點——愛情沙灘。再向前踩，呢度就係大草坪啦。喺呢度亦都會有東海綠島4隻字嘅牌。好啦，而家嚟到呢個東海綠道啊，咁就正式開始啊！環繞一個圈睇下幾多公里啦。而家馬標係89啊。甜竹林濕地公園啊！根據資料顯示，喺東海綠島呢度環島，沿途可以欣賞到一啲浪漫景點、自然風光同埋休閒景觀。咁大家跟住我個鏡頭一齊去體驗一下啦！咁就踩咗一陣，發現地下有啲路段係屬於堤岸路嘅狀態。過呢啲堤岸路一定要注意啊！雙手一定要握實個把手啊！如果唔係，就好容易跌倒。上面條橋叫做幸昆特大橋。一陣間完成咗東海綠島嘅行程之後，就會經呢條橋去今晚入住嘅酒店㗎喇。真係要注意地下啲堤岸路啊，好容易造成失平衡。開始見到有其他車友出現啦。咁而家喺東海綠島入邊踩咗10公里啦，嚟到東海綠島入邊嘅休閒設施。而家已經踩咗大半個圈啦，剩返個路主要都係以自然風光為主。前面部巴士好特別啊！係巴士同樹嘅結合體。呢段路好舒服啊，
兩邊都種滿晒樹。終於返到嚟呢個花海啦，終於踩咗一個圈啦。諗下死，我出發嗰陣係89，而家103，而家103。哦，完啦，終於完啦，即係14公里一圈啦呢度。終於完成咗東海綠島啦，咁而家出發去今晚入住嘅酒店。嗱，呢度就係東海水道，跟住下面就係啱啱嗰條綠道啦。酒店的位置在順德碧桂園總部，距離第二天前往廣州紫泥塘10公里的路程。今日踩咗143公里，由澳門上去東海綠島90公里，之後喺東海綠島踩咗一圈14公里，去酒店39公里。咁而家就分享一下踩完東海綠島嘅感受啦。睇翻今次嘅地圖，就係環繞咗昆安南沙島一個圈。東海綠島擁有4面環海嘅景觀。首先講咗評分先，今次東海綠島，咁我自己就俾60分。咁我就自己按翻佢官方顯示嘅資料，分咗3個階段去評分嘅。首先就係地標啦，咁其實發覺可以打卡嘅地標其實就好少嘅，咁就未知咩原因啦。發覺好多景點都係有一種好殘舊嘅感覺。例如廟宇、驛站、濕地公園，俾人一種感覺係荒廢嘅感覺啊！所以大家睇到我呢段片，其實都係不斷咁踩，都冇乜點樣停落嚟打卡影相。休閒設施嘅地方就有2個啦，上面嘅大草坪同埋下面嘅潮玩 spray 啊，呢2個地方都有路邊攤，可以喺度食嘢休息嘅。跟住最後就係綠道嘅情況啦，大家都見到啦，呢個地方係屬於一個島，經過長年時間嘅沖積，咁就見到地下好多堤岸路，呢啲路況就有一定嘅安全隱患嘅，踩嗰陣就自己注意啦。最後攞分個位就係自然風光，成個風景係非常之靚嘅，沿途見到牛同羊。仲有左右兩邊都種滿綠樹，感覺好似返咗大自然一樣。今次2日1夜單車遊都係照舊分2集進行啦。今集第1日踩去順德東海綠島，咁就呢度結束啦。下一集廣州紫泥塘再見。